第17屆主體館文教基金會全球熱愛生命獎中6000日的愛頒發，其中一個得主係來自台中社工係行人嘅黃明泰，伊從細操到手耳麻痹，行動唔利偏，唔過伊無因為安尼放棄自家，讓人生可能比俺的太多數人還個精彩喲。伊唔單止落身睇自家中意嘅陶瓷、雕刻、畫圖也得創作，還去學陶鐵、口琴、吉他也得樂器。伊係加入2年，也多年來還義務去各地教身心障礙成人的書藝，分享伊嘅生命故事。畫的範圍把它畫完以後，在這邊啊，等它快乾的時候，我們再來畫第二次。第二次它的顏色會比較鮮豔。那一邊本地食料，天天的畫啲風涼殼，一邊又一邊呢提上考驗，我一步一步的來。你這個沒有畫到這個啊？好，邊邊啊，這個啊凸出來的地方，要畫到嘿。一群學員都係身心障礙成人嘅，來到一間為啲苗栗面的水庫順康嘅皮膚工廠來做基礎嘅訓練，認真反應冇人夾，教課嘅形式最需要嘅就係耐心。他們有時候聽不懂我在講什麼，就是說要一次又一次的教他們，要怎麼畫，筆是要怎麼握，才可以入手。黃明泰每次都冇格式屈法，因為佢也有安樣嘅經驗。提供一上佢自動自發，佢就會來教人家有身心障礙嘅小朋友，因為佢雖然佢本身黃老師佢咪屬於身心障礙嘅人士但是佢對於學習也的東西當積極所以佢咪因為講人家有小朋友沒有多學習吧。我也是身障者，我以前在學技藝的時候我吃過很多苦，我知道他們的那個所以說我會很有耐心的一次又一次的教他們，教到會為止。驚一個，錯一個，沒關係，慢慢畫。一言之，黃明泰上課嘅時節，仲係笑面呢。學員去當考上幾個課，我感覺很有耐心。像剛剛，比如說，就是他會教其他的同事，就是很熱心就是很有耐心，很有笑容。仲係笑面，即係講係對黃明泰的印象。不過有手耳麻痹嘅黃明泰。韓式就唱的意思兩技術，啲天來航拍。小學嘅時節，唔單止唔好識夾，還會怪煙也愛。那時候開始對自己的身體很不諒解對自己的親人為什麼把我生成這樣，也很那個。那時候有一陣子是這樣的。啲學校同學同教會手日記，黃明泰講教師認識真件係唔怕嘅。我在學校受最多的那個，就是同年齡的人，那個小朋友的嘲笑。然後他會問我說：“你為什麼不站起來？坐在地上。”他們都不知道。不過，就算心情唔好，黃明泰還係唔捨老不肯人講起。總講做到醫學校讀書多麼簡單。剛開始，黃明泰的阿爸根本唔想本佢讀書。入社通知單過來我問阮爸講。也讀的愛入學有去甲報名無？阮爸甲講，你要甲愛遐。我心肝切一下，安尼講對是要安怎去學校？被黃明泰太舊事業太火嘅，為到本期做嚟伊讀書，後來私人茶店嘅調價討論，做咗一台屬優勢的3輪茶，也因為安樣打開咗黃明泰的視野。伊3輪的。一般人唔捌徛足歹徛，會砰者就倒了，砰者就倒。對方玩兩個倒幾啊屆一個倒來到厝爾，方面大足歡喜的。伊就對阮內底吊埕遐遐飛，遐飛，遐直飛，飛到足熟手的嘛足熟手，我也足歡喜的就對啦。我國小之前6年級，我都在地上爬的。國小6年級。對，
我说因为只有开那一台车，我可以在上面跟人家一样，平起平坐啊。但是我离了那台车以后，我就用爬的。认真也个按下，王明塔以为受教育的机会，也养成了其识货、脱离唔意思骗人的角色。30年来，佢都係13年帶啲腦波，也係世界13年蠻難以講成的。这个園區我都可以把它吊起來。對，就像我跟新加坡做這個。第二，王明塔就來到苗栗頭屋嘅觀光茶葉，後頭教吹擊世界作品，為茶葉設計本人客 DIY 嘅手工藝品。那個我刻這個最適合。對啊，不要做那麼大。小葉像那麼小很好啊。對啊，就一個人畫好就可以帶回家了。王明塔按一級，也為世界得到更加多嘅機會。對方要同接受到佢嘅鼓勵。上天啊，雖然俾一些唔方便，但是也俾有着特殊嘅哈，各種嘅一個燦爛的生活。雖然一個人生我講哈，有些感到遺憾要嘅，但是也給他特殊的哈，那他的功能功力啊，同佢社會服務。不過，興本機會嘅人其實唔多，長期爭出社會經驗。王明塔小講，當時為咗省錢，又為咗面子，冇一半不客人知道，是作為2張嘢的解憂。人家看我拿了2隻拐杖，大家都很排斥我，因為那時候的社會啊，我們身障者應該是沒有用武之地的哈，不要說了那麼慘的，我就找了40多家工廠，將近2個多月了哈。我在苗栗縣這樣一直找，我就在苗栗流浪了2個多月，當了2個多月的街友，就洗澡，我到火車站去洗澡，睡覺，我到那個火車站那個椅子上躺着就睡覺。伊家己偷走的啊，偷走去的啊，係啊，因為我伊新畢業，我就做奧多巴會，甲因頭咯，因的客戶啦，去新名去，伊住了賣下，家己奧多巴徛去哩苗栗，去一站轉來才講哈，伊去苗栗找頭路，頭路找有啊。就算伊艱苦，還是唔放棄。王明塔背面中山啲苗栗公幹嘅廢嘅工廠前度投入，一下做啲強爽嘅草地世界嘅工作室，天天呢一卡成效，亦係佢一間工廠，一學習累積出來嘅經驗。那新竹也做了幾個月，看了差不多可以了，我覺得我的分片技術很爛，我有沒有看報紙看，又看到苗栗的公館那邊、福基那邊啊，有一家工廠在徵那個雕塑人員，然後我們在工廠就可以看到說，這個灌漿要怎麼切，要怎麼做卡榫，那種都是技術。學習當積極，佢對人生啊，唔可以講保持着安尼消極嘅態度，反而他更積極。因為對新嘅技術、老知識總係同好奇。王明塔嘅堂下就表現呢一道琉璃、石合金雕塑品。飛嘅一條作品，還接為朋友來畫油畫。因為我就很好奇啊，對，因為我喜歡新的東西，只要我喜歡的，我就會認真去學。對，這個可能就是因為它跟藝術有相關，唱歌跟那個都跟藝術有關係嘛，我喜歡的，我就會一頭栽入去學習。王明塔按道才藝，也天天受到外界注意。1988年，更加受到邀請一做天陽路邊畫外景嘅美術指導。天陽島古阿明畫嘅茶蟲嘅作品，就係王明塔畫出來嘅。小朋友畫那張，我就畫那張而已，因為小朋友他那張也畫了好幾次，對呀，因為卡通式的畫起來怪怪的，比較不習慣，
那一张就是我画的。過後，20年來，黃明泰的作品喺國內國體比賽當數到肯定，喺佢當選全國實體傑出人士，總統幾下擺親身表揚佢。不過，咁樣一路下來，其實總係單身高嘅。黃明泰小講講，佢也識搖拍，但因為對方嘅屋企人看唔起，係喺無窮下。那時候會上氣，一定會上氣，因為雄以前是2個人在生活，他被家人軟禁以後，變我一個人生活很不習慣，對呀，那時候了，好在有宗教，就是教會啊，他幫我開導，那時候很想去那個呢。這裡哦，看到。你看我的手指，這是2隻下去以後比較快，你不要丟一隻，這樣就慢你放。因為人的天數，黃明泰真冇按比賽行藝出來，一開始行嘅人權，發揮自家專長，分享自家經驗。將其大禮拜9天從苗栗轉到豐原，義為了教台中市嘅身心障礙朋友判飛嘅貼，用音樂本大家歡喜。因為我們自己本身就這樣的，聽聽看別人的經歷，別人是怎麼走過來的，就這樣子。是要去多了解一下啦，看我們跟人家有什麼哪邊差別在哪裡。有一些真的，他們平常時在家裡沒有什麼娛樂啦，然後他可以走出來學這個東西，其實這個就是我們的休閒娛樂，很好，我覺得學了這個心情很開朗。此定用自家嘅經驗來鼓勵朋友，用專長來傳送歡喜音樂。黃明泰也冇停過新的可能。4年前，佢老潘強下搖電3輪車，挑戰73日環島嘅里程，900公里嘅里程，行到外地呢撐下來，證明自家。我們同行的是25位好朋友，就是可以這樣一起去環島，是一個很興奮的事。當然這之間也是有很多的問題，就像我算是裡面，跟明達是算是比較嚴重，因為我們2個都是拿雙拐，然後雙拐你看我都要綁着我的那個拐杖，然後再騎所有的路面，要擔心這個拐杖會不會跑出來。想證明說我也可以環島，想證明說你們可以，我也可以。所以說，我在這裡奉勸一些那個身障的朋友，生命是很可貴的，不要說輕易的把自己，因為很多身障朋友都很自暴自棄，不要輕易的放棄自己，尤其對生命比較不在乎的人這個是對自己是很對不起的。有了飯團的經驗，黃明泰還開始表國標舞。那我上重心的壓的時候，就要擋着哦，輪子這邊要擋着，我在推的時候才會引導到你腰部。無論騎4輪車，也係轉輪椅，都做得用自家吃到較舒爽的姿勢。不過有叫動端正的國標舞，成長者適宜艱苦，平常冇乜運動的技巧，但超托身體純出來最艱苦。張凱是噶也痛幾痛，因為特別冇田痛咩，不過張凱是噶，那就緊條硬高，跳起來動，你等於像你特別真呢，唔會呢，如果你抽幾分鐘嘅腰部就動上樣，如果壓關你就唔會。不過張凱是的時候，真的要動到安尼，就是我們的輪子哈，給他的容易身體很容易出狀況，有的會來跳會2擺3擺。結果佢講，行去褥瘡走起來嘅，走起來一了半年，就有的時候會有安尼受傷的情況，叫做做唔來。因為挫傷停了2年的黃明泰，按教育開始轉到舞蹈教室，重新來學跳舞。動作雖然冇按熟落，亦係手面呢，一切都冇放棄，甚至係聽到音樂，把自己的人生把它用得更精彩，這樣，因為你一天也是過啊，好的，你整天都是垂頭喪氣也是那個，假如說面對現實去克服它，
哦，你这一生就应该是不会白活的，会过得很精彩。弹电吉他，唱电大家都意啲嘅民歌。拜六禮拜六日，黃面他啲苗栗台中嘅商場嚟做幾條語言，唔係為了賺錢，都想我本大家注意佢。看到人嘅身體有障礙、情感條無障礙，熱愛生命嘅佢。